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年鱼米拢总有13张，今仔日咱读到第几章？偷看者。第几章？12章，所以只有剩最后一章，这是最后的第2章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年鱼米记第12章内底，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，因为伊年鱼米将起造城墙的工作到一段落了后，伊毋是将重点放伫遮个百姓，过来要安怎有因的目标，要互遮个百姓要安怎会当伫实民，因已经国家已经无去啦，所以要安怎伫迄个中间会当更新，阁有新阁独立的国家，也是人民有新的意向甲方向，伊拢无将重点放伫即个所在。所以真特别的是，年鱼米拢总伫即个中间来起造。咱若回想过去，咱所读的年鱼米记，咱你敢会记即年鱼米伊本来的工作，伊的头路是做啥？倒酒的对无？酒政倒酒的，伫王的面前倒酒的。酒毋知安怎倒的吼，即个年鱼米其实是表现了真好。所以当伊听到耶路撒冷有百姓伫迄个中间生活真艰苦，伊心内忧伤，去互王看到。王不但无责备伊，反倒甲伊讲：年鱼米，你是咧艰苦啥货？所以年鱼米甲伊讲：我的百姓，我的兄弟，伫耶路撒冷还阁咧受苦。所以了后，年鱼米全领着王予伊的2项物件。敢会记即对2项？顶礼拜有讲，伊予伊2项物件会当转去耶路撒冷去城墙。第一个是诏书，诏书。若用现在话来讲，就亲像中国时代的圣旨，表示年鱼米，伊虽然是犹太人，但是伊毋是逃走的，伊是王，予伊做钦差大臣，钦差大臣，甚至予伊有一寡官兵，伊会当过关，伊会当转去到伫耶路撒冷重新起造城墙，是王的命令，予伊安尼做。第2项，伊炸啥物物件？建材，伊毋是空手转去到耶路撒冷，伊伫迄个中间炸建材，伫迄个所在重新去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若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啥物人起的？以斯拉，以斯拉，伊较特别，伊是文士，伊本来就是读圣经的啦。若是年鱼米咧，倒酒的，即2个人头路完全无共款哦。一个起圣殿，一个起城墙。当年鱼米将所有的过程拢伫迄个所在完成了后，伊将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伊将遮个利未人重新调到耶路撒冷，用俄勒唱歌。29节，咱的汉语本来安尼讲，伊讲27节甲27节，耶路撒冷城奉献的时，引起利未人所踮的所在，伫遐因带伊到耶路撒冷，用欢喜、感谢、唱歌、口拔、弹瑟、弹琴，行奉献的礼。所以因伫迄个中间，因用欢喜来奉献，奉献啥物话？因起啥？城墙。因奉献的是城墙，这爱伫圣经内底，你规段落去看，你才会看到。伊奉献的是城墙，予因重新会当有城墙。所以咱会当伫圣经内底看见，伊安怎记载？伊讲迄日，唱歌会对耶路撒冷四围的平阳甲法端尼多法的乡舍来自责，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众人献上欢喜的祭。大声欢喜，因为上帝予因心内欢喜。这是一个真好、真水的画面，这是一个真水的情景。伊欢喜到啥物程度？欢喜到含遐的妇女带着囡仔，也拢伫迄个中间欢喜唱歌。对远远的所在，就会当听见耶路撒冷唱歌欢喜的声。这是一个真好、真水的学乐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画面。这若是伫咱的时代，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咱嘛真想爱有即款的祭祀。
咱上爱有即款的祭典，亲像过年，亦是讲伫咱特别的感恩节的中间献上咱的感谢。我想这是咱需要，这嘛是咱足欢喜。遮个以色列百姓，因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因欢喜啥？请问因欢喜啥？圣经一直讲因足欢喜无？啊，因是欢喜啥？因欢喜声唱起好，搁有无？因欢喜啥物？因欢喜大家聚集，亲像过年嘛，久无看的拢转来啊。因欢喜足侪人伫迄个中间，亲像闹热。因欢喜伫迄个所在，因无孤单。因有足侪物件通欢喜，但是因欢喜而乐，是因为因的日子真好吗？即句话伫台湾，若是过年，也是真侪事拢真爱用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讲到非常伟大。啊，事事如意，天下太平。这讲到真正是全世界拢互伊祈祷着啦。所以有个人讲啊，伊祈祷了，包山包海非常快。我想即种的情景，咱每一个人拢真意爱，也真期待。但是亲爱兄弟，这以色列百姓因做伙聚集伫遐娱乐的时，真正风调雨顺吗？因的日子真正遐尼好过吗？因失去因的国家，一个耶路撒冷城本来是非常骄傲、非常阳光的，但是到伫遮个百姓的手里，耶路撒冷城已经破，圣殿已经倒。伫迄个时，其实因无啥物圣殿，无啥物城墙，通会当互伊心内欢喜。老实讲，若是讲到事实，遮个人若去耶路撒冷，也是对远远的所在转来，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甲城墙的时，若是根据诗篇137篇，因看到了目屎全流落来。为虾米？特别有一寡老辈，因犹阁捌看到所罗门王所起造的耶路撒冷。伊毋捌看到所罗门王时代的圣殿，迄是全世界、全民族、全国拢总来伫迄个中间来朝拜、来献礼物。但是到因老的时，因所看到的耶路撒冷是啥物？迄个圣殿已经倒，迄个城门已经破。老实讲，因无有啥物太济物件会当伫迄个中间来欢喜。啊，咱会感觉足奇怪，敢毋是以斯拉重起圣殿吗？尼希米敢毋是起城墙吗？但是当咱对尼希米一直读到现在12章，咱敢有人知影尼希米伫即个中间起造城墙拢总起偌久？尼希米起造城墙拢总起偌久？互咱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。起1个月，第2个选项起6个月，第3个选项起3冬。来，咱来举手看卖尼希米伫即个中间起城墙到底起偌久？起3冬的请举手。遮济，大概得要一半。起半冬的请举手。无，你嘛？你算起半冬的吗？注射就起半冬的。有人讲起1个月无？52天。有人举手无？1个月。大部分人拢讲起3冬，但是事实上，尼希米起城墙拢总起52天。倒一个上紧？拢毋对，你若要1个月，连倒较紧，你会感觉足奇怪。哇，圣经毋是写甲安尼足焦逼的吗？伊进城门，搁带要起城墙，伊着搁分配人额，对一家去地，对一家去地，一段接过一段。哇，伊毋是计划了真好。当大牧师毋是讲伊对王遐来，摕着吊命，搁摕啥？建材吗？
毋是讲甲敢若真正足有影诶安尼，毋着拢无事咧讲。然后因去了有对敌来攻击，所以因一支手掠银牌，一支手安那起城墙。即种情形了起了，讲城墙起好，拢总起偌久？52天。咱中间大概有人做见证，请你甲我讲，起52天会当起啥货？若会当甲恁兜边仔的女儿墙、恁兜的围墙吼起好好，就算感谢主啊。前一站有人起3个月还袂起好诶，52天。亲爱兄姐，毋通将尼希米伫即个中间所起造的城墙，家己当做伊起着偌威风，家己起做偌请命，想讲城墙起好，就是水当当。亲爱兄姐，毋是安尼。尼希米伫即个中间52天起了，伊若会当做甲上好，就是百姓所住的厝，顶悬无漏水，安尼算足好。城墙有用石头堆甲补起来，亲像安尼，安尼已经算介够啊。这是现在耶路撒冷所留落来、存落来的城墙。检采咱会想讲上帝啊，你毋是已经找起尼希米，你毋是找起以斯拉，来诚做起造圣殿、起造城墙的两个真重要的人吗？起好了要献祭，敢毋是将一个真好、真水、真完美、真有荣耀的要献上互上帝吗？毋是，毋是，绝对毋是。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伫咱人生所行过的路，就算讲你有主耶稣诚做你的牧者，诚做你的救主，咱犹原拄着真济的挑战，咱犹原哪行哪好，咱犹原伫即款的情形内底，伫遐哀求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对我的应允，当时要实现。尼希米带百姓献祭。伫遐将城墙归荣归互上帝时，事实上，即个所在还阁是国破家亡，因犹原是伫波斯殖民统治的下底。因的百姓顶礼拜咧讲，耶路撒冷也真好，是安怎去耶路撒冷住爱抽签？是安怎爱抽签？就是因为无人要去。因为迄个所在，你若要去，你要住，你爱伫遐摒扫整理的，比你定去搁较忝。因为伫即个所在，当尼希米伫遐献祭时，圣殿虽然讲已经修理好啊，但是伊甲过去的荣耀所罗门时代的圣殿来比的时，伊真正毋诚远。以色列百姓伫即个中间，虽然会当欢喜，总是还阁是一敌国民。亲爱兄姐，若是安尼，即阵人到底咧欢喜啥？是安怎圣经记载讲，即阵人欢喜到，含外口就听着耶路撒冷欢喜的声。因咧欢喜啥？因咧欢喜即个城墙吗？因咧欢喜因的圣殿吗？因咧欢喜因的厝无漏水吗？我想绝对毋是，因欢喜，因会当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求怜悯、求赦免，互上帝诚做因的牧者继续带因行头前的路走。亲爱的兄弟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所求的是啥物？愿耶和华做我的牧者。我伫最近几礼拜中间定讲一句，即句话敢会当背起来？诗篇23篇第一句是啥物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是安怎诗人要安尼讲？是因为伊食饱吗？我想毋是，是因为我咧想，诗人有可能是已经枵甲强要昏去。
伫邀甲强要分离的过程中间，邀阁无物件人食，只好爆出一句讲：邀我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然后回想过去日子，上帝伫日子中间的带领，伊互我行过伊带我伫青翠的草坡，互我伫安静的水边。诗人伫即个中间回想，我今仔日虽然邀甲强要死。但是我想起过去上帝恩典，伊带我行过青翠的草坡，所以就算讲我未来，我头前还阁要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三甲伫咧。亲爱的兄弟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讲到我无欠亏，真正就是因为伊无欠亏吗？我想诗人有可能是伫伊人生上界欠亏的时。伊逐项拢无啊，伊剩啥？伊剩耶和华。上帝啊，我除去你以外，我逐项拢无。我已经一无所有，我逐项拢空。我已经行到我人生的尽头，我已经无路通行。我含要一个哮喘的所在拢无，亲像雅各共款。等下咱若搁唱救主我来救你的时，咱细致看迄个歌词。我行到人生的尽头，已经找无路通行的时，我只有会当求讲上帝啊！假使若会使吼，我一生一世要徛伫耶和华的厝。敢会记是诗篇23篇最后一句讲的是啥物？互我一世人徛伫你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是安怎？因为我已经无地人去啊，已经无人要收留我。已经无互我伫世间有啥物会当乒乓，会当伫迄个中间骄傲的，我已经一无所有，我家破人亡，我只剩耶和华上帝。马太福音19章16节有一个耶稣所讲的故事。假使你若是读好学本、修订本的话，伊内底所用的字眼是少年财主。少年财主有一个有钱、真有钱的少年财主来问耶稣：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？啊，若是好学本、修订本的话，伊讲的我该做。这个有人帮我改过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应该是善事，善事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迄个善事讲的就是我爱做什么款的好代志，才会当得到永远，对不对？和合本修订本其实是写善事，这个可能有人帮我，因为我常常写错字，我常常 PowerPoint 拢写唔对，所以咱的迄个咧做 PowerPoint 的迄个复习同工拢足认真，一字一字慢慢对。有可能伫迄个中间，我无甲伊讲着关键。即个字用的是好学本的修订本，好学本修订本其实足少人用，我拄好用着好学本修订本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伊所讲的是善事。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？我爱做啥物款的好代志？我来做童军好无？我来做志工好无？我来奉献互迄个迄个病院好无？还是有选举的，我来岛内互迄个选举的政党好无？我会当为着世间做真济代志。假使我若有钱，我会当尽我的力来做。所以，这个财主问讲：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？无拍算，耶稣甲讲啥？耶稣互伊的回答，这个财主真欢喜，因为耶稣甲讲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陷害人。伊所讲的拄好是啥物？10条戒内底物件。所以，这个财主真欢喜，因为这个财主所有10条戒内底安怎做到无？有哦。做到，所以伊拍算大概耶稣讲着讲我爱做遮的尽遮的律法，守安息日，行割礼，爱伫迄个做一个犹太人，爱有清气，爱安怎？
爱奉献，我逐项拢做有够，真好。所以，伊检在咧想讲，耶稣过可能会甲保罗讲，哇，你逐项拢做甲够，安尼你会当得到永生。我毋知伊心内是毋是安尼想，但是当伊讲啊，遮个我拢做有够的时，耶稣甲讲啥？讲你欠的我干那一项尔，欠对一项？卖厝，然后去帮赞善良人。哇！即句话讲出来了，即个少年财主全忧头革面，心内艰苦全离开。是安怎？因为伊的财产，他的财产很多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不能卖财产啊。那安尼，伊是安怎要倒来到伫耶稣的面前问讲，伊会当做啥物代志会当得到永生？是安怎？我想，因为即个财主。伊心内所要得到的永生，是要会当互伊继续享受伫地面上有财产的欢喜甲快乐。我想伊的目的是安尼，所以伊是掠耶稣来背书，甲耶稣讲：啊，你讲的遐个诫命我拢有守，所以我应该会当伫即世人，甚至是伫后世人，继续享受我所有的财产伫地面上的快乐。但是是安怎？当耶稣甲伊讲，啊，你甲你财产卖卖去帮赞善良人的时，即个财主才艰苦，因为拄好耶稣点着伊心内上介疼，逐项拢会当帮，就是啥会袂当帮？财产袂当帮，因为伊足有钱。我想真侪时，咱会伫即个中间，咱会足怀疑讲，耶稣到底对即个少年的财主是要讲啥物话？啊，即个少年的财主到底是对做了毋好，是安怎无法度得到永生？我想其中上介重要的是，即个财主只不过要利用耶稣，只不过要利用信用来为着伊人生的车赢来背书。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伊逐项拢做了真好、真水了后。搁要伫宗教、伫耶稣的面前求一个名，然后会当继续行伊家己人生所爱行的路。但是伊无法度顺服伫耶稣甲伊讲的，你物件卖卖，你就会当得到永生，因为迄毋是伊所爱。亲爱的兄弟，咱嘛伫即个中间定心来思考，咱人生的目标，咱所爱的到底是啥物？咱所爱的，敢是耶稣所爱的？啊，是咱所爱的，要请耶稣来背书。咱所爱的，甲耶稣爱的物件敢有共款？咱敢知影耶稣爱啥物？我想这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顺服的问题，另外一个是要安怎会当知影上帝心意的问题。有一个妈妈甲耶稣讲。后摆你若做王的时，互我两个囝，一个坐伫你正边，一个坐伫你倒边。结果耶稣甲伊讲啥？耶稣转头骂，骂其他的门徒全足生气的，讲哎呀，你无代无志，问要创啥？迄正边倒边，咱毋是讲好要抽口仔的吗？咱将坐伫耶稣的身边，当作是人所爱的一个物件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大家来分赃。所以今仔日得到啥？啊，你得到一个长老的职位，你得到一个诗班的职位，你得到一个牧师的职位。但是咱敢知影伫即个中间，耶稣到底伊的心意是啥物？爱咱安怎做？有时毋是咱毋知。是因为咱无愿意顺服，咱无愿意伫顺服伫耶稣爱咱所行的好，咱只有用咱家己的好来成做咱所要行的路。亲爱的兄弟，当咱伫所行的路顶悬，或是亲像尼希米要将迄个城墙献祭、俄勒感谢伫上帝面前的时，尼希米所看的。毋是当初时的城墙，总是因俄勒因欢喜的时，会当搁一摆
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听叹上帝的话语。我想这才是因真正欢喜的所在。即丛树仔足有名，即丛树仔叫做向阳民树，伊伫南投。然后台湾有一个湖叫做嘉明湖，一个台湾最高的高山湖泊。即丛树仔伫嘉明湖的路顶。咱看到即丛树仔，哪会生即落样？咱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是安那伊会生即落样歪歪？风头。咱想看觅即丛树仔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是安那会生做即落样？无正嘛，伊无正，伊毋是直直安尼生起，伊是歪的。树干是歪的，树枝也是歪的。啊，其实你若详细看，含伊的叶仔就拢歪的。其实即丛树仔本来边仔遮阁有一支，2014年是断去啊，伊断去啊，所以即丛树仔会当活偌久毋知影。总是伊诚做一丛足有名，伫爬山的内底一丛足有名的树仔，叫做向阳民树。向就是向着阳光嘛，因为那边有一座向阳山。向阳民树，啊民是名称的名，啊树是树木的树吼，足有名。向阳足有名的树仔。咱想象即丛树仔是安那会变即落？你感觉有水无？即丛树仔有水无？真特别啊吼，真特别。啊，咱若想要厝面内底有一丛即落树仔吼，佫无简单嘞，毋是你想爱就有呢。因为即丛树仔所经过的环境，甲一般的树仔经过的环境无共款，伊有几个特色。第一个，树仔的顶悬的叶仔会生做即落样，咱会当想象，伫迄个所在是安那？风一直在哭，即个所在风有捌停过。风甲一丛树仔吹到变做即落叶，所以伊的水，毋是因为有一个真好、真完全的保护，伊的水是因为有风伫迄个中间一直在吹。啊，咱若看伊的树干，树干是较歪即边迄里，其实伊即个所在下底拢是石头，伊无啥物土啦，没有很够的土壤。即丛树仔根本就是挽伫石头顶悬，所以伊嘛无啥物养分，伊看起来就亲像安尼孤大，但是伊足特别的，伊会当伫即个中间悠然青翠。这是一丛活伫石头顶悬的树仔，然后伊受风吹往一边，所以伊的树，伊的树干对即边生，啊生落了抵抗风的力，然后佫互吹倒来，然后保持即丛树仔的平衡。要安怎会当有一丛遮尔水的树仔？是安那厝面种袂出来？因为即丛树仔顺服伫大自然的环境内底，所以伊伫迄个石头顶在生根，伊伫迄个风吹的中间在布衣，伊伫迄个中间顺服着上帝通过大自然互伊的环境，互伊成做一丛无简单的树仔。假使咱若有想爱一丛即种的树仔，你着爱去营造迄款真困苦的环境，才互通一丛树仔会当生着遮特别、遮有水。即中间顺服甲下上帝的心意非常重要。我想这嘛是咱一个基督徒的使命，伫咱人生所跑走的过程。要安怎去调仰望伫上帝，然后会当继续头前来跑走。讲转来即阵犹太人以色列百姓，是安怎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因要用俄乐、用欢喜来感谢上帝。是安怎要伫迄个中间轮班来敬拜上帝。
因为因要重新伫因人生所看到的目标、理想的顶悬，看见上帝的作为，总是毋是看见着环境所予伊。因懊恼甲感谢，是因为上帝搁一摆的怜悯甲慈爱临到伫即阵人的身上，毋是为着因的声唱，嘛毋是为着因的圣殿起了无完的事，无看环境，注目伫上帝。这才是即阵人伫即个中间重新组织一个上界重要的原因。然后要伫迄个中间来做下上帝心意的事，要讨上帝来欢喜。所以即阵人的敬拜懊恼，伫迄个中间轮班开始。亲爱的兄弟，敬拜懊恼是安怎会轮班？因为咱每一个人伫咱所行的心内拢有忧闷，有忝的事。咱期待互勇壮的会当带软食的，会当继续跑走头前的路，这是咱所意爱的。咱期待有信心的人会当带着信心较少的人，继续看到头前的目标。因为有时咱看袂到上帝，亲像看袂到目标前，但是咱看到兄弟姊妹，伊伸手牵咱，就亲像上帝咧伸手，诚做咱的帮助。诗篇34篇哦，即两个经节哦，我有一个用对去哦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今仔日犹太百姓重新转来到耶路撒冷，重新起做祭坛，要互上帝听见伊的呼求，要互上帝搁一摆拯救伫因的性命。然后耶和华甲敬畏伊的人亲近，伊要将伊的约重新执行。亲爱的兄弟，你甲上帝的约有换过啊？对过去少年到今，你甲上帝有几个约？伊完成几个？然后咱是毋是阁有新的约，而且继续要甲上帝来签订，继续行咱人生跑走的路程？愿咱伫咱人生不管伫甚物款的阶段，咱拢重新伫即个中间，甲上帝来入新的约，用新的约，成做咱人生跑走的方向；用新的约，成做咱教会敬拜懊恼的根据；用新的约，互咱的生命重新活起来，像我毋茫跑走路程，杀得来见到。向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感谢你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通过尼希米，伊所献上懊恼、感谢、起造的声唱，阮也要用这来成做阮对你的懊恼敬拜。主啊，检查阮所行伫阮生活周围，还阁有真侪物件不如阮的意。总是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目睭所看的，毋是阮的不如意，互阮的目睭看的。是你予阮的恩典甲听头，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逆风的中间，重新长大，来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器皿。主求你予阮伫即个中间，阮每一个人尽阮一分力伫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，甲阮的本分，互阮伫即个中间通成做你所用的器皿。主。需要阮，互阮伫跑走的路程，阮无枉费你所予阮的恩典，互阮每一摆的献上懊恼、敬拜，拢成做你所感纳、你所欢喜的这段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